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日来到邦桥英明之家，这呢，你俩做是普通的长照中心，还是普通的这个护理中心吗？唔啦，我跟你讲，这有最新的科技，甲机器人，大小机器人，甲所有的这个工具，60项卡头阿路。首先来看，安怎帮助你啊，继续会当行路的人生啦。来，即嘛吼，这个物件叫爱你狗，我想要行啦。咱哦，首先来看这个哦，这个叫做爱你狗哟。对。医生你好。你好。你甲咱小解一下，这什么装置？安尼挂咧身躯，敢会真叮当啊？这个呢有重量是6.8公斤，不过这款的6.8公斤会使改变咱的感觉，互咱的感觉健康了后，等下搁做运动、甲训练的时阵，伊的肌肉就会用健康的肌肉力量。啊，控制嘛是正常的，因为有重量才会使改变咱的感觉。那这款呢？袂使伤轻。嘿，袂使伤轻。你想看卖诶？你若是穿一个裤，啊是一片纸穿在身上，你敢有感觉？你会改变你的用力的感觉？哦，这有影。对不？所以一定所有的外骨骼拢有它的重量。所以说，像这一台 iNigo，i 就是 AI 的意思。你就是专利的膝关节马达，个就是因为讲训练了后会使自由的拍拍走。啊，这当训练都除了骹头位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什么部位？它的膝关节下巴胯拢会使。嘿，会使，因为这咱为腰才开始穿，所以讲咱的核心嘛会使训练到。哦。嘿，对，你看哦，伊双边的髋关节甲膝关节拢有。会使感应讲咱穿的人是做啥物的动作，啊有啥物动作了，伊会出来甲伊斗相共。啊，这个气力会使出偌久，出偌济，咱会使为遮甲 APP， 咱有 APP 的软体会使控制，所以讲咱是智慧的外骨骼。哦，咱会使家己讲，我今仔有进步，我过来吐较济者。嘿对，嘛是讲我每一个人伊有无共的目的。有的人讲我想要较侪肌力训练，有的人想要讲较侪核心训练，所以讲咱会使调整无共的。啊，伊当小动作互咱看一下。好，当然。咱穿的时阵哦，若是大人，表示肌少症啊，是安怎的，咱会甲伊讲适应一下，咱会先请阿伯先每一步较大步的来向前行。轻松的为向前行大步，搁会使直接向后走，搁会使练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讲会使让我们的大脑对这个动作变聪明一点。吼，因为咱正常人的动作，无一定讲干那一个方向尔嘛。所以穿这外骨骼会使无共的方向拢爱练。啊，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弓步蹲。弓步蹲呢，就亲像讲，咱伫咧练平衡训练，是毋是？足侪时段拢常常跋倒，是，跋倒了的骨头会骨折等等的，那以后就麻烦了。所以讲，穿这外骨骼，这阿伯呢，我给他多一点点的辅助。好，咱就开始做弓步蹲，肌肉力量加平衡做伙练。你讲可以加一点仔辅助，嘿，还是可以较袂惊，啊动作会较正确。啊，若是进步了后，脚搁较紧调的。嘿对，来，这较开始1、2、3，1、2、3，较大步嘞，1、2、3，1、2、3，1、2、3，1、2、3，过零。啊，另外一个方向，搁开始后面弓步蹲。1、2、3，1、2、3，1、2、3，咱会使看咱是大人伊的能力是安怎。医生啊，如果若是大人吼，甲你使性地讲我无爱啦，啊，这机器有当甲免叫。袂使，这款的外骨骼是主动式外骨骼，伊若是叮当，伊才会甲伊帮助；伊若是无叮当，伊袂甲伊帮助，足安全的啊。
哦，袂两个啊，三角跳啊呢。袂。啊，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横向的，多练一点我那里核心加臀部的肌群。对，我们这我技术了。嘿，然后开始深蹲，1、2、3，走，再来。咱若是有困难，会使画较久嘞。1、2、3、4、5、6、7、8、9、10，画1分钟嘛不要紧。好手，开。因为咱有2支脚，所以咱2个方向拢爱练。所以咱咧看，咱咧一般吼，咧看一般的这广告片顶头，有迄个去爬架的啦、登山啦，啊这种跟咱比起来安怎？迄款呢，迄叫做髋关节马达。髋关节马达通常是所谓的休闲，去佚佗的时阵，要爬山的时阵要用，因为迄是节省能力、节省耗能，穿的去爬山较袂忝。啊，这款是膝关节马达，膝关节马达加有训练的作用，还有矫正。迄种是休闲的，佚佗的啦。嘿，佚佗用的啦。啊，就真正爱训练用的，你爱练肌肉力量，你爱练控制，你爱训练的时阵莫受伤，干那这款。差别是这样。所以啊，爱给健康哦，爱运动，要当就爱健康，就爱运动啦。对。搁个安怎讲哦？对。但是呢，还有其他，咱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机械伫的哦。对。咱继续来看落去。啊，这只伊个是啥物？这款呢是咱台湾设计甲制作的变形金刚，伊会使助行，搁会使骑乘。因为呢，咱厝内若是有时大人，你就会是烦恼讲啊，我阿公若是出去的时阵，行到行到无力的时阵，要安怎转来？因为足侪时大人会感觉讲，哦，我足惊，我家己一个人出去，啊，我无气力转来。哦，有影会有所谓的社会隔离。那有这样子的话，嘿，就规气就卖去。不过常常待在家会不好。愈来愈孤苦的。嘿，对。然后所以说，它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咱若是行忝了，一键变形的，变成轮椅，嘿，变轮椅，塞动来就好啊，塞动来就好。那个讲话嘛，嘿，对，阿伯，我们走，轻松，慢慢的放轻松，它会使，啊，即马变成轮椅，这台嘛是同款，你行伊就甲你行，你若是动的停，伊就甲你动的啊。伊是 AI 侦测，甲你做伙。哦，所以伊有动力的，但是伊会缀咱行。会缀咱行，你若是无行，伊无行。啊，就无行，对，就安全的。啊，即摆若是咱行忝嘛，对不？贝贝，我们站这边，站我这边哦。贝贝站过来，嘿，手扶着，慢慢的，没关系，贝贝，你人过来就好了。很好。哦，你人离开。贝贝，我们按这里。没关系，我帮你按好了。好，你看，变形，很棒。今嘛咱阿伯就跳嘛，对不？啊，我们就可以让它变形，然后椅背竖起来。贝贝，我们手扶着，屁股坐这里。很好。哎呦，你真理想呢。啊，我们。咱若是带阿公出去的时阵嘛免烦恼，因为阿公若是软脚，我无气力来抱。对，这嘛会使，你看哦，我就这样带着我家阿公，我带阿公转去。贝贝会开车吗？对。来，往前开，不可以超速哦。为逃，上就这样。人家刚刚40公里啊，哦。我可以给他减速。我这也是条件哈。为头前。那如果说我们家属在旁边，会使改大沙缸嘛，就轻松，加真轻松的就轻松的啊，免杀，跟那个一指神功变形金刚。所以对恁这个物理福建的人来讲，这帮助嘛真大的哦。系啊，尤其是讲咱伫咧病院的时阵，病房是大人开过刀了后，唔是爱学行。啊，初开始，唔敢行，因为。正像迄个传统的迄个什么叫助行器，四脚迄个铝合金伤轻啊，因为惊讲滑袂叮当伊的体重，咱伫咧病院的时阵嘛会足惊的，行嘛是惊伊软脚滑袂叮当，所以用这款的，咱伫咧其他医院嘛有合作。
哦，用失智症患者的步态训练，还有髋关节、膝关节下肢术后，直接在医院做训练。弄也赛哈。对。贝贝，您弄这个多久了？我这个练课程差不多4个礼拜吧。4个礼拜，有没有感觉？觉得好不好用？好用，好用，方便，很方便哈，很活用的，很活用哈。走不动了，我们就可以做一下，然后也可以训练一下哈。对，而且它不是那么轻的东西，让你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对，是不是？对，不会说那个站着或者是怎样移动的时候会滑动，会什么？哦，对。如果是这样，慢慢训练下来，让你自己出去，你有没有信心？可以的，可以哈。可以的，没问题。哇，不错呢，加油呢！好，加油啊，加油啊！怡静，嘿，这家是叫什么？这是英文叫做 Exia 其实是希腊文 power 的意思。那其实它就是所谓咱帮助关档的外骨骼机器人，它就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讲过髋关节的马达，就是爱节省能量。你看伊穿的时阵哦，把你规个龙骨、规个脊椎都给它包覆起来，嘿，把它卷起来，把你保护掉的。啊，搁有这个动力马达，会使把你出力。甲你关档，啊，甲你轻轻的甲你放落去，所以讲咱的腰才袂受伤，因为咱照护人员非常的辛苦，咱若是受伤，都是要上班的哦。我做完后换看卖。好，啊，即马要安怎用？即马呢，你平常是安怎关档，安怎关档？哦，平常时，你个脚会换到我遮。嘿，对。啊，甲我落起来。嘿，你触碰放在遮。1、2、3。哦。安尼，轻轻放，对，会使，系对，有真了力吼，我超60公斤啦，会使啦吼。较无感觉啊，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时阵是咧穿迄下迄款塑料的，后边有铁机迄款，嘿对，下条尔，不过气力都爱家己出，嘛是爱家己出啦，嘿嘛是家己出啦啦。啊，那像我头头，你遐数字有当调整吗？会使啊，你若是较大颗、较软，我会使调整较悬的，伊就会使出更较侪力。手甲骹。嘿，那无是这是豆豆啊放落去，完全看你即马是要关豆豆啊放落去。关档起来还是豆豆啊放落去，完全看你即马要做啥物代志。拢会甲你节力啊。嘿，拢会甲你节力，对。会使看。哦，这手是70。嘿。啊，那放落去是50。因为伊拄则是甲你关起来，啊，搁豆豆啊放落去。啊，如果呢，这个数字若是较低、较悬，伊表示讲伊会替你挺起来呢。嘿，挺起来较济，不过咱是看这家己的穿的人伊感觉，这是会使家己调整的。啊，若伤悬，数字伤悬会安怎？数字伤悬伊就出足侪力啊，不过我看伊较会使适应无。会记载袂掉的。系啊，有的人就瘦的呢。所以伤熊啊！嘿，伤熊啊，出来咱就济。出来就济，敢若坐到迄度。嘿，对，爱顺就好，因为咱关档，尤其是咧搬病人的时阵，爱顺佮安全就好啊。唔是讲出来愈济愈好，唔是安尼啊，你讲。是讲一支针头甲你推。嘿啊，唔是安尼啊，顺就好啊，因为安全，嘿安全安全，无受伤，伊无受伤，安尼就好啊。哦。因为咱若是受伤，我家己。去搬病人的时阵，我若是有闪到啊，咱两个做伙跋跋倒。啊，这有 size 差别无？有啊，有无共的。我敢会当穿？会哦，这是 S size 的，你还好，你没有很胖啊，你会使啦。我来情况嘛。好。看下感觉安怎？好。好，来。好啊，伊个有行走辅助哦。好，你会发现他等一下，他豆豆行，咱坐过来。你行的时阵就感觉讲，会甲伊抬起来。哎呦。行走辅助，因为有当时啊，咱是关档的时阵，该行路，一定会甲伊有行走辅助。哦，连行路也有辅助哦。就是咱刚刚讲的啊，髋关节马达就是要节省能量。好，哦，是。来，对，机器人。哦，我出的声。有，咻，咱坐过来，我们回到那个椅子，嘿。走路也会很轻松。我给你挺起来。哎，啊，穿的时阵嘛就简单坐，这里。哦，好，安尼我来穿看卖。我先给关机。啊，躺起来嘛就轻松的，安尼尔。
嘿，安尼就好。有这简单无？你换我坐落去吼。好，好来，来听一个。贴落去。叫做贴。等一下，来，你这只手借我。我们从，你先穿背心啊。穿落去。嘿，松开两下，别放天。咱等下徛起来的时阵，爱先清楚迄排筋呐，让它整个人体工学的背架跟你的背是贴合的。刚刚排筋啊。嘿，刚刚排筋那一款，有排过吗？有。输入一下每个人的密码。好，咱今晚要徛起来啊！要徛起来吼。身躯一头前起来，徛起来。好，排筋啊，排筋啊。排筋啊。嘿对，嘿，慢慢地弄哦。哎呦，哎呦，这样有一个人甲你推掉的呢。对。哎呦，深呼吸，这边要再更紧。好，调直。还有，今麦咧侦测你的髋关节，你看。今麦咧侦测你的髋关节，每一个人体格无共啊。哦，我感觉 Iron Man。咱先试看嘛，因为你是男子汉，咱先为三十开始先试开这空的。有胖我抱一下，好不好？哎呦，那是先轻轻的，轻轻的，然后感受一下起来。哦，哎，手大了不？还可以吗？哎 ，OK。要不要再调低一点？小块，小一点点哈。好。哦，突然。黄金比例20-20，先试试看。20-20。嘿，20-20，都起来。嘟嘟好，会使控制。嘿，不过你看你大重的物件，再搁调整。啊，会当。会使啊。哦，我知影这个意思啊。嘿，你压落就可以，压落去的时阵，你要关起来，伊会帮你出力。箍了背起来。箍了搁背起来。箍了背起来。哦，啊若胖话，你我抱起来呢。我看你跟你抱起来呢。我要坐落。哦，你坐，你坐落来嘿。好。我来试看卖。我提相机嘛。啊，我甲你，伊的重量，你看20无够，对无？嘿，无够啊。甲你70、50好了。 70、50。因为到时是要甲你出足侪力，甲你关起来，关起来爱出较侪力，搁较侪好啊啦吼。阮导演吼，你叫胖华，你就知影，伊超过几公斤？他抬起来之后要给他做。85公斤啊！哦，我来甲抱看嘛，看我度，我才60公斤啊，看我度无吼，来试看卖吼。啊，你镜头交别人啊。哎，卖出来咯。哎，你袂使出来啦。哎，我卖出来咯。靠近他，靠近他。我一支脚安尼嘛吼。哎，啊，拉这边腰带，你可以扶着他这里。哦，这里。对，1、2、3。哇，是不是有帮他抬起来的感觉？我腰心没命。哎，我死头咯！这85公斤呢？对啊。哦，无，其实伊有出来。伊有出来。伊若无出来，我有法度。伊若无出来，我应该数字要搁较悬哦。再试看卖哦。 100。100%，足强的哦，要较细腻哦。1、2、3，拉起来。哦，哎，拄好呢。我这无出来呢。伊无出来啊，我拄好呢。啊，你看到这款体型的，就是100%。哦。这无出来呢。嘿，就是我每一个咯，头一遍拢爱先试看卖，才有够力无？啊，你讲会当帮助咱脚头？嘿，行路的时阵，你有感觉无？ 有影呢，哦，有影哦，哦，敢若少年时的呢。你看，你爱翕我的脚啦，你看少年时，啊，搁咱踢正步呢。哦，哎，真正加少年10岁哦。哦，这有影呢，哦。安尼做这中照安尼，加心情就好诶。系啊。
因为一清的时阵，也是在改变我们的那个脊椎。有些人我们挑骨，那穿着它，其实简单的做训练也可以做一个可以弹得较好。嘿，没错，只要有人体工学的外骨骼，都是有这样子的功用。对，安尼来做中教员，嘛是做健康佮做贤书哦。对。哦，我靠，敢若找到我未来的头路呢。哦，真感谢医生哦，给咱介绍讲，哇，今日这鸡翅头啊，有影大开眼界哦。谢谢。咱家哦，还佫有其他什么厉害的所在，咱继续来个找主任介绍给咱听。咱头下穿了一寡哦，机器人穿的物件，什么下巴刮外骨节，我跟你讲，这个我机卡，你来看这吼，这个叫日光浴啦，这洗身躯是用照光线。主任，你看过，这照光线，这是安怎就会做？哦，这吼就是阮点嘛讲的个生理节律灯，因为这吼，敢若咱人吼，敢若植物共款吼嘛爱光照。好，那一般的阿公阿嬷吼，咧个傍晚的时阵，常常会有黄昏症候群的老黄颠，啊，唔知要就差。啊，这种的话也自然的去调整它的那个血清素。啊，暗时啊落来的时阵吼，就变成情绪较稳定，然后嘛较好困。嘿，爱多困。该醒的就爱醒。对哦。人工会变化。哎，会变化，这是我怪阮头那导演那里调这个室温啊，调半工。是。所以这不时会变化。拢会变化，拢免人去就手机去控制就好了。我看讲恁遮纯粹种一寡青菜安尼，水耕蔬菜。嘛是有。哎，你有影咧？哎，我那鱼菜共生的拢有。鱼菜共生。阿公阿嬷用的慢的菜，拢有机的，马上去煮泡面的时候，应该掺入去食，真赞的。哦，伊减二个无，啊减四个。对哦。哎，我真系看到讲，恁遮讲有扫地机器人啊，扫涂骹的机器人。有够厉害，因为这就是阮的扫地机器人吼。啊，其实吼，伊是吼早起的时阵吼，伊是护送员，伊在送物件，所以你这不是咧扫涂骹？唔是扫涂骹，不过型敢若扫涂骹，啊，不过伊吼就软 Q 的，看了物件伊就会响。哦，所以小等暗时啊，就变成咱的守门员，夜间守门员。伊将这个监测器哦，跟监测器吼，伊就甲载去阮咧需要的著名的房间内底去做呼吸、心跳、脉搏、睡眠、跌倒的侦测。哦，所以伊减二个，伊暗时的时阵会当做监测器。哎，对，要监的修门员，对，上去。啊，再去啊的话就运送的物资，我流波啦，还有观光上物件，而且啊，它突破万人哦，万人拢免去顾伊，伊自己去想物件来行。所以这个对于阮咧照顾同仁哦，就是亲身经历。我俩这是扫涂骹的机器人，不是，可以当上回，对，还可以当挂监测器，对，哦，去侦测，那很重要。哎，啊那有问题，阮手机啊，阮咧照护人的手机啊内底就伊就。叫，那个显示出来，啊，就马上去处理，啊，护理人、护理人员啊，哎，堂长啊，拢会人去看，真方便。哦，所以伊这，但是这是因公司来的时阵就安尼设计，还是讲来了你甲讲啊，我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需要，我就你甲我找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本来的也功能都已经侦测到呼吸、脉搏、心跳、睡眠、临床，啊，阮是甲讲啊，这机器。你不应刚是做个物资在送啊，暗时嘛有需要人，因为基本上拢无啥人，尤其暗时吼，夜间的那种照顾人力是上欠缺。那这种夜间的那个压力，还有所谓的我们讲的那个即时侦测的哈，这种需求就很高，所以就跟它的结合啊，跟刚刚讲的光纤薄电，或者是我们讲的红外线的这个伟创的这个啊，就金爸爸。你讲我有这个需求。对，伊就马上就安尼给嫁接起来，就变安尼，就有得奖哦，伊嘛是有得经济部的奖、创新奖。你真厉害呢！我俩这是扫涂骹的机器人啊！这是。你讲会当送货，嘿，哦，物流啊，搁监测，嘿，监测暗时就做监测员，因为阮2点钟久，阮就爱翻身、派被、换尿布、给水、好啉水。这2点钟久，其实2点钟久中间嘛是做真多代志，所以阮详细咧做单时的，伊就去行。哦，所以恁人力的负担就较少。对。啊，心理的负担嘛会较轻刻一点，嘿，轻身行李。就跟主持人刚讲了，可以减压、减负。那最重要，它可以提供一些数据
就马上传到阮的手机啊，有精准照顾，也种迄个跌倒啦，或者是我们讲的突发的状况哦，可以及早侦测啊，想给我们看，我们马上就可以跑到，因为你不可能。即马足侪人吼，就惊足侪压力就在哪里，你知道吗？就讲，这可能有啥危险，我每摆拢爱去看伊。放袂落心，放袂落心啊！这的话就很放心的，伊就去。而且哦，他在主任佫甲咱咧开讲的时阵甲我讲，以前拢甲看报传啊，看这监视器，即摆会当伫手机啊。对。这手机啊，你当随身炸掉。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手机啊嘛，用伊家己的手机啊就用的啊。嘿，以前哦，拢算是被动式的吼。比较亲力亲为，还是发生问题叫119，哦112就上照啊。啊，今嘛不是，我们今晚都可以及时，还没有发生事情前，我就都看到啊，就侦测到了之后，我就可以立即判断，找医生，或是我们还有远距的，去跟那个就可以减少舟车劳顿的送医。哦，这差真济哦。对。啊，心情嘛较稳定，恁咧顾的人嘛心情较稳定，袂安规工的皮婆菜讲，哎呦，这是唔知是安怎啦。对，嘿。哦，这真好呢。啊，这所以咱这日时的时阵，咱这是大人来遮，那刚做一公日安尼，踮咧遮安尼。对。啊，一摆头偌久一个课时才偌。因为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咱植物赶快。阮4点因为阮爷爷阿公阿嬷早起4点就起来啊，所以4点这边桥，伊4点就慢慢黄的，甲中昼12点是上光的。因为你看这样无行对不？所以外口现在像今嘛中昼，伊外口若落大雨，哇，阮那想讲是暗时啊，因为你无玻璃嘛，我若是有玻璃，嘛是感觉是暗时啊。暗嘛是讲暗时啊，就乱啦，开始就情绪就真乱，所以有这物件了后照阮的护理人或者是护理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照顾同仁。比较情绪他们因为情绪比较稳定，暗时嘛好困，所以这照顾的压力较少，比一般的来讲，这个完全是日出而作。那等到7点的时阵阮就完全拢倒边啊，拢要困。暗时7点。暗时7点。暗时7点，因为阮这文化就是因为农民很早就起来了嘛，4点起来，暗时6、7点就准备要困啊，7点拢摆平啊。啊，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在床旁边嘛，是有这种生理节律灯。放在边啊，还是活动嘛，是有一个灯，这种免去调，这只是基本上是缩时，你看，好啊，一般它是把缩时24小时让你看到，原来有灯光的变化，啊，其实中岛像今嘛中岛一定是白色的，对呢，这是说给你看，我们都是这个也都是啊，所以这条是让你看的。啊，这嘛不是人工控制哦，没人工控制，这是自动化，拢自动化，今嘛做。因为传统的拢专亲力亲为，人爱边啊去照，即摆我免，拢家己去系统去照顾就好啊。那是有通的是啊，咱其实咱这英明之家内面还佫真济就是你讲咱这有几项60项，60项，对，60项大小机器人拢有，佫较基卡的物件，就等咱继续来看落去。是大人伫适应过程，伊拢敢困去呢。咱嘛是会烦恼伊的危险，所以咱就用咱的这个监测器去来辅助来侦测伊的呼吸的心跳。即马阮已经做好啊，阮这是即马隔伫咧床头边，你隔暗你就看得到，隔一工早起就看得到报告，知你可能有心脏有问题，你可能有严重的呼吸睡眠中止症。阮即马水物件拢都没有接触，所以。你的呼吸、心理一些生理参数，我们都可以侦测到。以后连血压，我们都可以把它侦测到。咱特别要请经理甲护理师来甲咱介绍。这内面这鸡翅头我初步了解，不得了诶。这只是啥物？这只是咱适应区鸡。啊？这请咱护理师来介绍。伊这跟咱适应区专门的。无啦，这细身躯我专门的，这是有的老人可能无法度伫浴室内底细身躯，对，所以就倒伫遐细身躯，那所以倒伫遐细身躯的时阵，咱会烦恼讲唔知这阿公阿嬷是身体有倒位无爽快，这时阵就会使用这台机器。这只差早有熟悉。对。那主任有介绍。是。这个叫做监测器。是不是？对，是。是用什么？
什么雷达波哟？嘿，伊是用毫米雷达波来做监测，做不是镜头啦，不是镜头啊，所以较有安全感。对，这袂惊。人倒掉的哟。嗯，会这样个拍开。这拢会使。这样会啦。因为咱主要是咱时代啦，倒在这个眠床顶的时阵，因为咱人护理师伫外口，伊看无伊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时代人伫实验过程，伊拢敢困去尔，咱嘛是会烦恼伊的危险，所以咱就用咱的这个监测器起来辅助来侦测伊的呼吸。按遐上水，对，就遐上水，对，啊呛水。伊毋是呛，伊敢若做 SPA 共款，你身躯淡淡安尼。对，这个时代进步到我就想要两入去。对，敢若做 SPA 才舒服的。哦，你敢若迄个洗迄个汽车共款啊，入去迄个隧道内面安尼。哦，啊，所以哪细汉哪监测啊，对哟，惊伊吼，对，有代志。洗可能要10点，10分钟还是15分钟安尼，所以护理师无可能一直伫伊的身躯边看。哦。所以，你甲伊藏落了，你会当去做别项代志。是，无你坐边啊，嘛是会使甲伊看。毋过你毋知影伊这时阵，伊有法度有伤喘，对，心跳伤紧，安尼，阮位置内底就看有，咱手机就看有，就看有啊，随就看有啊。工作人员拢知影，即马什么代志啊？进来看。讲到底吼，这个监测器伊无镜头，伊用什么原理？就去侦测讲，伊这个可能阿文啊有危险啊，安全都安全。伊是靠什么物件，靠什么机制来个侦查？哦，咱这雷达波吼，简单来讲，伊就敢若像咱的这脉搏同款。脉搏伫黑暗内底，伊会当侦测咱人也是五天伫行来行去，下去啊，转来，伊拢免光，伊就看会到。咱的原理其实甲伊差不多，咱就用雷达波看咱的心孔。的悬低变化，所以你就知影讲，伊即马喘气是几个，心跳是几个，吼，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做。但是我就较大声气，我就无代志啊。迄无要紧，迄悬低对机器来讲，迄是咱是算伊的次数，毋是你看讲，你的动作是。哦，1分钟喘气几个摆安尼。是。啊，但是你哪会知？一定要靠因啊。若是普通时啊，护理师你做，一定都是徛喺你边仔看你喘。我嘛是算几啊届，伊嘛是用算的。我嘛是用算的。你嘛是用算，是用目睭。咱即马就是用机器来代替因的目睭来去算伊喘气的。啊，那譬如讲以你的经验，一般正常人1分钟爱喘气几届？12届。12届。对。啊，那是6届。6届啊，伤加啊。伤加啊。对。安尼有问题，遮就会，阮就会看有。对。哦，这病程。对，这病程。对，即马吼老人诶，拢总是你看伊的数字，看即马伊的眠床诶，你看就会看到伊的数字。哦，伊这顶悬拢有数字。哦，譬如讲咱时代，2公2第5层。若要看伊讲伊真一暗的状况，咱嘛会当透过这个系统来看讲，伊的生理资讯敢有明显的变化，然后明显的变化，咱护理师就会当针对咱时代人身体的改变来做一寡相对应的处理，安尼。对，就会使甲医生讲，安尼会使摕这个数据，互医生看。以前恁的每几点钟来巡房，对，这个写记录安尼，对，即摆拢免啊。对，因为安尼吼较方便啦。因为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顾较侪个老人，啊，你无可能随时拢有看到伊的变化，啊，这个机器就会使吼，甲阮省遮侪代志。主要是讲吼，咱护理师因平常时咧巡房的，伊迄个行程可能嘛是照平常时安尼行，啊，毋过咱机器是24点钟拢伫巡，所以因可能是2点钟、3点钟、4点钟巡一届。机器是24点钟拢伫巡，所以会减轻伊的压力。因较袂讲哦，即马暗时可能行袂开，要来上一下便所啊，对不对？是。当时接侪电话啊，处理侪吼，加些食饭啊。是，安尼吼，你就免烦恼老人伫迄病房内底啊，但是伫咧眠床、伫便所。我观察一个重点，恁这是拢零接触。
是物件拢免倒喺身躯的。有对有的物件是讲吼，你一定要绑个手的，啊，绑个手咧，倒喺身躯的，身躯的，电头衫有诶无啦？对啊，阮的拢免。哦，所以，啊，佫一个叫做 Bed Shape Care， 就是落瓦侦测系统，这是啥物件？这个物件阮是创的，哎呦，便所，人家的便所。来，你看卖这个。哦，咱来看咱便所。哦，天房顶啊，迄个白白的设备，迄个就是你看咱时代伫便所的时阵，伊的行为敢有讲，亲像讲咱跋倒，也是讲伊伫便所坐伤久，坐伤久，惊伊也不耐吼。提示咱护理师来甲观察一下。哦，就是这。啊，所以伊给你出现的这个刀枪，就是安尼一个人敢若拍掉安尼。是。啊，完全是无看到伊的面，嘛袂无看到伊的人，这是咱来现场才会看到的人。所以你就免烦恼，因为有的老人较跋倒，伊袂赴，你有红灯，阮边啊嘛有。袂记字对啦，啊有当时嘛。这物件其实拢是咱伫讲，这是被动式的辅具。哦，被动式就是讲，哦，咱有意识的时阵，啊要出来我阁会当扭一下，哦我要饲。求救我阁会当饲一个。那真正危险是连字都无法度字啊啦。伊若真正搬落来，伊可能就无法度去饲这物件，去扭这辅具。哦，这个时阵，阮的设备就会当发挥讲，提搭甲护理师提醒的这些功能安尼。哦，所以这是发生危险。是。哦，啊嘛有诶吼，咱倒是讲，迄时代有当伊会使性地。是，啊！你比迄内面歪出来，嘛有的人吼会耍手机，啊！即摆我们遮侪老人嘛，伫咧内底看手机，所以进前吼本来是15分钟吼一届，哦不得了，阮定定吼收到啊，那有人15分钟超过，啊，搁伫咧便所紧来看，啊，老人嘛，甲咱少年人共款，摕手机咧耍，所以后来吼调整一下变20分钟。啊，变20分钟，真切一摆。对，所以咱走袂赴呢。无你走袂赴啊？真正。哎，所以这嘛有安全感哦，嘛袂讲啊一个监视器啊，踮咧一直甲你看啊，目睭咧金看你转3转5安尼。对啊，莫讲老人，我嘛唔敢便所，你要送人想讲有一台机器伫咧内底啊，搁来便所。对啊，所以你互老人讲，你放心，只要阮来现场，就看到你，啊你。图，个安尼，你拢免烦恼。今日来遮，感觉咱老了吼，搁较有保障，搁较人情。是，会当来报名。会当来报名对。我还搁差一回才会当报名。啊，差一回哦。我先来找主任来讲看卖。咱头头吼试了足侪器材，啊，来看这内面吼，这板型支架内面吼，哇，内面真侪新的物件啦，实有够进步。现场。咱的主任啊，陈贵美主任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还有这幕后啊上厉害的，咱的总经理你好。主持大家好嘿。头早我就问到讲，因安怎拄到的？是车路去拄到的吗？无喏，佮知影讲，因为吼，咱老实讲，这英明之家吼是退伍会对下骹咧管。对，但是。恁是安怎找到？讲伊是恁是找去遐退伍会，还是找来咱英明之家？嘿，基本上是安尼，阮几啊年前都有接触，啊，因基本上对新的物件我常讲的，也很容易接受，所以就一拍就合了。哇，真正内行的呢！啊，就做超3档哦，吼。对，3档。所以咱批出的这个角色，因是负责开发。对。啊，恁负责试用。对。啊，嫌。对，嫌伊就会改。这嘛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啦，哎。啊，这个物件在外国还是讲全世界，其实大家拢，我想这是真竞争，有的是较轻型的，还是较轻巧的，还是较应该讲功能较低落的啦。恁这较高功能的，我看了哦，当时你去卖物件足济的呢吼。来到遮有互恁有一寡启示，讲，对咯，因遮老人。我听讲，咱英明之家遮上100岁了，100岁，阮目前有52个人，112岁。哇，112个？不，52个100岁以上的，啊，上悬的是112岁。哇，啊，那像这种的，恁安怎应付？种这个物件，
可能是大人用了较袂舒适，啊，佫较讲究，讲爱机人合一。你有啥物启示着？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草这啦，从商品，阮有一个就是我讲的草，手棍脑遐大一个设备，啊，你会用刻伫个房间的，挂伫个比如壁顶的，还是客厅的，还是浴室的，还是免锁的，草这老大迄个一个大，万一若拔倒，啊，伊的第一个时间它就会发信号，比如到社区的管理员或是医务人员，他就马上知道，啊，这黑衣裳、乌巴桑已经有问题，咱都要经去处理。像这种的，都第一时间都要处理。啊，甚至有的行动不便呢，啊，有的较孤僻的，咱老实讲，有的做伙人哦，有的较孤僻，一个人屈掉的啊，拢无甲人计较啦。除了咱头仔看的讲，内面安养的人有咧用，咱的医护人员也有咧用。有。哦，这应该真多，因为因这产品咱咧讲是讲到毫米波嘛它有这种的，有毫米波，有所谓的生理侦测，也知道那个呼吸、脉搏、心跳、睡眠是不是离床，有没有跌倒，还有一种是说有一种辅具啊，辅具就可以用电动辅具的方式去做。还有一种是那种外骨骼，是帮助我们的照顾人员。我们讲的这个长照市场，无就是医疗市场，这个市场赶快都在抢人，抢什么人呢？抢护理的人，啊，抢照顾的人，啊，本来就供需不对等，你知道吗？因为产生的人，因为这就欠的，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类似一个背架。每一个人搬上搬下就辛苦了，所以有这个产品一个动力式的外骨骼那这种来用的时候就可以轻身行力，可以比较搬动的时候不会造成负荷，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他们的部分它的功能有很多，包括用在阮的板桥农家，因为今嘛阮目前有60项数位的系统。60项啊，60项，我有60项，不是，应该是部分。不过因兜部分真多，阮是60项有大小机器人拢有。不过阮的大小机器人拢有结合因的产品，譬如说，阮有那个小的细个嘛，一个扫地机器人。阮头好看。迄种伊就用的，一个是。早起的时阵就变。我唔知俩做工具，恁家人。那扫地的机器人，他们常常要做那种很细琐，上米家啦，上那个尿布啦，上管罐的东西啦，都时间耗在那边。现在是由机器人来做，那暗时的变成夜间守门员。可是你机器人变他夜间守，就要架着他们的生理节律灯，有一个红外线，迄个行伊就知去倒啊。其实有卡电伫的嘛不要紧，因为有一个房间有5个人。卡电围掉，我还是可以侦测到伊呼吸、脉搏、心跳、睡眠、离床，或是5层啦，佮知影讲多一个。很重要是，像我有大机器人，那你会看大机器人，你爱友善它环境，你爱让着它不然伊就停在遐，唔知要哪行。因为大机器人真大，小机器人要使命必达伊弄整，去到，因为你看了养护区弄成坐轮椅嘛，架起一个你的使命必达，告了之后就回来，然后再回收。所以这个设备，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帮助我第一线尤其在照顾人力上面。所以他们的产品除了在就是医疗的部分，我可以侦测到。哪个样？还有一个是我。11嘛，一就是医疗的部分，然后可以侦测的一个生命真相生理真相。然后住的部分，有可能就是我可以监测你是不是有跌倒有可能有异常，还是有可能有一些风险，我可以及早用手机可以推脱出来，讲推播出来讲已经跌倒了，可能有什么危险。够省猪就云帽套堂打造那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好，而且行的部分还有电动的那个辅具一行，因为阮咧训练因为老即马阮现在长照咧做是讲要自立资源，家己要帮助家己你必须要自立之后，你不能说全部都是仰赖别人，要给的用费用性萎缩掉，所以。伊慢慢行，就有一个阻力，不然。给你绑在。给你绑在，然后完了之后，你若忝，伊嘛变成电动车，甲驶转来。咱这以后发展的路还佫真长呢这2档 AI 呢，这是行着，轻的啦、大的啦、用的啦这咱这间公司在家这2、3档以来，
你感觉上趣味的，还是讲上有发展性的？这个物件，这个会发咯。像我头仔就想着讲，迄叫啥 X 吼，迄拍的吼，因为我脚趾名无好哦，我就看讲日本的机场啊，人迄个邮迄个行李，伊嘛咧清呢。没错。要管，但是我看无恁遐先进啦。啊，恁有看到讲，即未来即个市场甲 AI， 尤其即摆 AI 佫一日千里咧，恁安怎想？我的想法是，头先啊，做恁讲的，即摆咧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阮这细项的物件，安尼从这个手拳头那么大小，我们要把它应用在除了今嘛讲的，用的跋倒啦，啊是有什么风险啦，心理侦测之外，我们就马上睡眠装置，比如较早咱讲的，要去，即嘛我已经做好啊子，你要去侦测你的呼吸中止症。就爱去病院订3个日，还是半年后再去看，睡到晚上，然后才能看报告。阮这是即马客伫咧床头边，你隔暗你就看得到，隔一工再去就看得到报告，知影你可能心脏有问题，你可能有严重的呼吸睡眠中止症，甚至阮即嘛交一寡病院的合作，这就是我觉得是未来更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没有阮即嘛水物件拢都没有接触。所以，你的呼吸、心理一些生理参数，我们都可以侦测到。以后连血压，我们都可以把它侦测到。但是就是未来3、5年无接触就当真切。你的血压悬低，伊就会先来预测出来。就是阮感觉2、3年后应该就有机会，交咱卫福部合作，然后台湾第一个无接触的，除了是我讲的，就是那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医材之外，另外就血压的那一部分，那个我觉得对一般咱民众的帮助更加多。因为我看迄外骨骼吼，有当看下巴外迄外骨骼，有种帮助你行啦，甚至也有做复健的。我会记迄跳伞迄个伞兵，伊毋是，伊就是靠这啊，就靠这个复健啊。这是咱的时大人100几岁，这。我感觉这是对因来讲，因会摆脱袂，还是讲要来试看卖，这是真好的物件呢。应该心态。这个心态有2种因为生病我刚刚讲说有迄个医疗好啦，有一种是医疗的，它伊个医疗因为伊个每譬如说这咧变数的会侦测到跌倒的迄种，或者姿势不变的迄种每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我们就会侦测一次。可是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你的姿态改变了，马上手机就会推播出来。还有一个是说，当你有呼吸异常的时候，它也会，或者是我们讲心跳异常，它也会手机推播给我们。可是很重要，因为它的秒数2.5秒就会基本会产生一个数据。我们做 ABC， 我们讲说做 AI 你两个做人工智慧上重要，也要大资料库 Big Data。然后，可是，在 Big Data 之前，一定要有 Cloud 有云端去 support 这些 Big Data 因为他们的秒数很短，1-2秒，受理就对，这就变成 AI 已经嘛，譬如说被跌倒，以前姿势改变，我们都手机推播就出来了，真切啦，就侦测到。这阿文奈啊，对，或者是这个怎么异常因为每个人，阮家老岁阿公阿嬷我就较喘以前都是。抽烟的嘛，食薰的、不薰的时阵伊会较起床一点。大讯你我弄客制化去设定这个人应该，比如这个人可能爱25岁。这好客制化。你这种客制化，应该去设定所以这你来做 AI 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外骨骼的部分，因为外骨骼一看那人，阮的照顾人员，不管是护理人员还是阮的照服员他身上，他未来我们一直有个梦想当你的姿势一变或者异常的时候，他会警觉，会叫你，你表示你的姿势不对的。你虽然有保护，可是也可以你也代偿找出来，它可以侦测那个异常的部分或者是透过。说实在，这个跟搬重物不一样，人是硬的，会滚动，所以你在搬的时候，我们多数都是在水平移动，不是在上下。所以我们呢，像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我们就多在家，每礼拜拢爱洗3遍身躯，洗身躯啦，吃饭啦，这是照护人员耗费心力上大的
哦，嘿，因为洗一个身躯哦，真麻烦哦，呢。刚刚足贱的，刚刚修剪的。所以我嘛是利用这个引进了一些的数位的奈米的洗澡，也结合他们毫米波的这样子一个侦测哦。奈米洗澡，奈米洗身躯。人家什么人有？人家拢有。上好样，我要请教总经理吼。恁做这个产品，除了这个无接触的这个政策以外，真侪人，尤其是福建的人，希望会当有穿的，会当代替伊身体的功能。比如讲，我这本来是人工关节，咱希望以后会当过来爬山安怎？咱这除了这个经验以外，我相信应该会当继续行这条路吧。阮这嘛有一个商品，阮叫做爱尼国还是起亚国，就是咱头一开始。迄物件就是，咱即马剁水草，即马老大岁啊，已经有所谓的肌少症，骹腿无力，行路无方便，是小可中风，你就平单就无爱行，你无爱行，你身体你就愈衰退。所以阮咧就是撑落去，你若有法度行，它就会顺便的带动你走，顺便校正你的走的姿势，然后你若一天穿差有30分到40分，你1、2礼拜你就感觉我早可能行30步，我今晚可能我行100步。若搁1个月、2个月安尼训练起来，你的记忆就越来越强，你就有机会有行到楼骹，行去这楼骹的公园、散家步都转来都拢无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然后他迄个排斥穿这个新的应用，当坏坏，嘿，这是着排斥所以我讲超咱的节目，然后介绍给老大遐看，大家知影这物件都好用的，都有效。哇！大家敢穿，然后都随人穿，我都好。迫不及待，我要来先捞，先来大，先来用。这真好。这大家想讲老了可能足悲惨。安怎拄安怎生活的功能啦，安怎无喏，咱在遮看到真好啊，100几岁，恁遮是福地福人机呢，真好。今仔日真欢喜。甲主任啊，甲总经理来遮咱开眼界，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感谢两位，谢谢，感谢大家。